依家大灣區點解發展重點係珠海呢個城市呢？因為珠海嘅戰略價值真係好高。以前佢嘅定位咧係一座旅遊城市，後邊上頭嘅領導發現咧，珠海咁好嘅地理位置搞旅遊係大材小用，嘥咗咁好嘅一個位置，所以一紙紅頭文件直接就提高咗我哋珠海嘅定位同埋戰略發展方向。咁我哋珠海嘅地理位置咧真係好優越嘅，南邊咧係挨住我哋嘅澳門，東邊係同深圳、香港隔海相望，北邊嘅話咧過咗中山就到咗我哋嘅廣州，西邊過咗黃茅海大橋就到咗我哋嘅江門。咁樣嘅地理位置肯定具備我哋獨特嘅經濟價值同埋政治價值啦。咁所以佢嘅定位就由細而靚嘅旅遊城市變成咗大而強嘅戰略核心城市。依家珠海嘅定位咧，可以話係我哋珠江口西岸嘅核心城市，喺成個大灣區報告入邊嘅話咧，都係副省會級別嘅城市。喺大灣區嘅地位咧，係僅次於深圳同埋廣州嘅。咁除此之外咧，珠海仲係全國唯一一個同我哋港澳路橋相連嘅地方。咁呢一點意味住乜嘢呢？珠海同國家發展係緊密相連嘅，亦都係港澳融入內地嘅戰略城市。依家我哋可以見到嘅澳車北上、港車北上，首站都係珠海。未來可以非常之好咁樣承接嚟自港澳嘅資源傾斜，所以上頭嘅話咧就俾咗珠海好多嘅政策紅利啦。講遠就唔算啦，我哋攞翻我自己本身從事嘅房地產行業嚟舉例啦。房地產行業嘅話咧賺咁多錢嘅原因係乜嘢咧？就係因為賺嘅係政策嘅紅利同埋發展帶嚟嘅錢。咁依家呢個政策紅利就可以講緊係珠海，唔單止咁樣，要睇一個城市有冇價值，仲要睇佢嘅產業。大家都知道，以前珠海為咗保護我哋嘅碧水藍天，錯過咗成個高速發展嘅工業時代。咁好意外嘅係咧，佢直接躍升成為咗我哋高新科技產業嘅核心城市。同時咧，仲保留咗原來嘅綠水青山。而且咧唔使大量耗費我哋嘅財力同埋精力，就可以直接轉型，效率高咗好多。依家嘅珠海係我哋嘅生物醫藥、航空航天、高端製造、電子信息同埋精密嘅零部件製造加工。咁我哋仲有元宇宙嘅研究都非常之唔錯。好似我哋嘅生物醫藥同埋航空航天產業咧，珠海喺全國都係領軍領先嘅水平。咁隨住呢幾年新嘅行業嘅優勢出現咧，我哋選擇城市求發展嘅決策方向真係要改變下噶啦。珠海本身咧就係一個宜居城市，再加上經濟係後發先至嘅優勢，人才引入嘅速度都不斷加快。如果你都有喺珠海發展嘅打算，想喺呢度做啲資產配置或者安家定居，可以留言方案兩個字，我會幫你做一個資產配置同埋1對1嘅置業方案。總之一句話，關注大鵬 channel 買樓全套服務。